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探评书。今天是2026年2月28号，正月13，没有过15。按照中国很多地方傳統的風俗，還是在過年。雖然牛馬韭菜已經返程上班1周了，但是還是算過年。咱們這期還是聊返鄉見聞錄。為什麼總是聊這個關於縣城的話題，一直被人津津樂道，尤其是每年春節之後，網上這樣的帖子也非常多，叫返鄉見聞錄，或者叫春節見聞錄。為什麼大家都喜歡聊縣城？實際上是因為縣城才是中國經濟的本色底色。北上廣很繁榮很亮眼，但是那不是中國的全部。全國有將近3000個縣级行政区，那承載的人口恐怕9個億10個億，其中縣城以及县级市常住人口大概2.5億人，占全國城鎮常住人口的30%。所以说县城是經濟晴雨表，讀懂縣城，你才能理解當下中國的社會。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從北上廣1線城市或者2線城市返鄉過年，各種落差，各種感慨，各種見聞。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，叫返鄉過年，一個白領眼中的縣城變遷與隱憂。他這文章寫的也挺有意思，說作為一名在北京奮鬥了8年的白領，每年春節返鄉都像是一場時空圈穿越。今年春節，我從喧囂的 CBD 高樓回到家鄉，一個位於中部地區的普通縣城，車窗外熟悉的田野和低矮的樓房漸漸取代了霓虹燈的和地鐵站。剛下車，刺骨的寒風夾雜着久違的鞭炮聲，但街頭卻出奇的冷清。往年欣欣然然的市集，如今只剩零星攤位。曾經熱鬧的飯店門可羅雀，母親煮的熱騰騰的餃子讓我暫時忘了路途疲憊。但閒聊間，他嘆息道現在縣裡年輕人越來越少，店都關了不少。這番話讓我不由得開始審視這個養育我的小縣城，經濟現狀如何，居民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，為什麼消費似乎在降級，體制內的工作也不再是鐵飯碗，而年輕人仿佛沒了出路。他說，過去幾年我見證了大城市的燈紅酒綠，也感受到經濟下行的壓力，但返鄉後我發現縣城的變遷更像是全國經濟的一個縮影。根據國家統計局202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，全國縣域經濟總量已占 GDP 近 40%。2024年縣域 GDP 總量超過50萬億元，成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力量。然而，在這個宏大敘事背後，是無數小縣城的掙扎與轉型。縣域人口城鎮化率超過 50%， 但年輕人口外流現象嚴重。2023年縣域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全國平均水平仍有差距。作者說，春節期間我走訪了親友街坊，結合官方數據，試圖了解縣城的經濟現狀。文章說，第一個說縣城經濟現狀叫表面穩定，內裡隱憂。縣城作為連接城鄉的樞紐，在中國經濟版圖中佔據重要位置。這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，承擔全國 90% 的糧食生產任務，說的是縣域經濟，在農業中佔比超3%。全國有62個縣域經濟總量超過1000億元。大家還記得咱們有什麼叫百強縣嗎？每年的評比。作者說，這些數據看似亮眼，但從我返鄉的觀察來看，縣城經濟遠非一帆風順。首先，經濟增長放緩已成為普遍現象。以我的家鄉為例，當地2024年 GDP 約200億元，同比增長僅 4.5%， 低於全國平均 5% 的水平。關鍵這玩意兒還是填出來的，就這數字怎麼統計的？真實性，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，它還是 4.5%， 比國家 5% 還要低。
我們只能理解，它編都編不上去。赛迪顧問發布的2025年中國县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指出，县域經濟總量穩步上升，但區域間差距拉大。東部縣域如江蘇、浙江的千億縣占全國一半以上，而中西部縣域多依賴資源型產業，增長乏力。2024年，中國地區縣域 GDP 總量15萬億元，人均 GDP 5.2萬元，僅為東部的60%。在縣城街頭，我看到許多工廠大門緊鎖。母親告訴我，當地一家紡織廠因訂單減少，已裁員1/3，這反映縣域產業單一的問題。許多縣城仍以傳統製造業或農業為主，缺乏高科技支撐。億城智庫預計到“十四五”末，全國千億縣將達到70到75個，但中西部僅占少數。這也是為什麼年輕人要往長三角、珠三角跑的原因。珠三角千億縣的多，除了長三角、珠三角，全國其他地方千亿县就很少了。千億县就是这个 GDP 達到1000億的，才談得上說有什麼工業規模以上的工業。你 GDP 180億的或者200億的，那都是公務員經濟。這文章說，其次，財政壓力增大，影響民生。縣域財政收入依賴土地和出讓和稅收，但近年來房地產市場低迷，導致土地收入銳減。根據財政部數據，2024年縣域財政支出中，民生支出佔比 78.6%。但許多縣城面臨基層財政困難，家鄉縣的財政總收入13億元，同比下降 5.3%， 地方財政收入下降 8.5%， 這直接導致公共服務投資不足。我發現縣醫院設備老化，道路維修滯後。有專家指出，縣域財政實力企穩回升，但區域差距拉大，部增幅最大，東北最小。這讓我擔心，長期財政緊縮將進一步放大城鄉差距。這個文章說，人口流出加劇經濟空心化。202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.99億人，其中外出農民工1.79億人，增長 1.2%， 但縣域人口淨流出規模超過1.5億人，80%以上的縣域呈現人口淨流出。第7次普查數據顯示，1990年到2020年，縣域人口從9.44億降至7.25億，每年以 1.4% 的速度在減少。我家鄉常住人口從上世紀90年代50萬降至如今的30萬，年輕人外流嚴重。春節聚會時，表弟抱怨縣城工作機會少，工資低，年輕人全去省城了。這不僅是情感上的離散，更是經濟上的損失。勞動力外流導致消費市場萎縮，產業升級乏力。以我們村為例，我老家那個村，我小時候大概是110人，一個很小的村莊，只有幾十戶。那個時候是上個世紀80、90年代，是人口最高峰的時候，大概110人。現在春節回去恐怕也就20、30人，估計就這麼多，不到40人。關鍵這40人裡面很多他也不能算是那個村的人，很多小孩都是在什麼外地啊，什麼縣城或者是省城或者是杭州啊長大的，他也就是春節隨着爸媽回這個所謂的老家來玩一玩。除了春節，日常我們那個村莊也就15、16個人，也就是80%的都外流了。這15、16個主要都是老頭老太太。等這個老頭老太太一走啊，恐怕這個村莊人更少。這就是當下農村空心化非常嚴重。當然我說的是中西部啊，經濟不是很發達的，長三角、珠三角恐怕這個現象要好一點。總體而言，縣城經濟現狀是穩中有優。2024年，縣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全國 46.3%， 增速高於大中城市。但從個人觀察，街頭冷清、店鋪倒閉，反映了內需不足。縣域作為國民經濟微觀基礎，需要通過鄉村振興和產業升級注入活力，否則將陷入惡性循環。這文章第二部分說，消費降級，從熱鬧到冷清的轉變。春節返鄉，
最直觀的感受是消費氛圍的降溫。往年街頭人頭攒動，商場促銷火熱，今年卻見許多店鋪貼出轉讓告示，母親為買便宜雞蛋早起排隊，我卻愣住，這不就是消費降級嗎？國家統計局數據，2025年說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9476元，名義增長4.4%，但扣除價格因素，實際增長也是4.4%。城鎮居民支出35869元，增長3.8%，農村居民支出是20259元，增長5.1%，看似增長，但增速放緩，且結構變化明顯。消費降級在縣城表現尤為突出。2024年鄉村消費品零售額66729億元，增長4.3%，增速快於城鎮0.9%，但縣鄉市場占比僅38.8%。麥肯錫預測到2030年，縣域消費增長將占全國66%，但當前縣城居民基於宏觀敘事和經濟波動，主動調整消費優先級，削減服飾、身份象徵品等外部導向消費，也就是不再為面子買單。家鄉的街頭服裝店關門率高達30%到40%。母親說現在買衣服從幾百降到幾十，以網購為主。這與2020年到2025年縣城家庭收入穩定但體感收縮基本一致。南沙消費報道顯示，它說縣城的電影票價甚至超過一線城市，如河南某縣是75元，高於北京的60元，就平均電影票價，但實際觀影人次下降。為什麼縣城消費降級呢？首先，收入預期偏弱。2024年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，實際增長7.6%，但工資性收入占比42%，經營淨收入增長6.6%。縣城居民收入依賴務工和農業，但經濟下行導致工廠訂單減少，失業增加。我走訪親友，發現許多人月薪僅4-5千，房租1200元占半個月工資。縣城的物價不低，一碗米線10幾元，水果7元錢每斤，與二線城市持平，但收入僅為二線城市的一半。第二個，他說消費結構轉向務實，縣城居民減少耐用品支出，轉向必需品。家鄉超市促銷雞蛋吸引長隊，母親感慨能省一點是一點。麥肯錫2024年中國消費趨勢調研顯示，消費者預期增長率2.2%到2.4%，消費占比微降0.2%。縣城中產認同淡化，身份象徵溢價減弱，也就是奢侈品的那些包、輕奢那些商品都遭到了消費者的拿腳投票，就是面子花錢的少了，都越來越務實。再次，基礎設施和供給不足放大降級，縣城物流貴，種類少，快遞10元起，水果價格高1倍。蘇寧易購數據顯示，2024年一季度縣城升級家電增長，但整體供給萎縮導致隱形貴。作者說，他說我通過觀察發現，大超市商品重複擺放，蛋糕冷藏出售，反映需求量小，效率低。根據商務部的統計，縣域鄉鎮消費市場占38%，但基礎設施老化、布局失衡問題突出。我覺得你要做個快銷，你像我以前創業的時候做即時配送，做了10幾個連鎖零售店，是做過快銷的。你要是做過快銷，你知道縣城為什麼物價貴？某種程度上跟人烟越稀少的地方物價越貴，道理類似。越是北上廣深這一地方，日常消費品價格越便宜，就很多人非常生氣啊。你看北京的蔬菜、肉、牛奶，这东西非常便宜，為什麼？不是北京市政府補貼，自己好好想一想就知道了。因為它量大，你拉一集裝箱牛奶到北京賣，和你拉一3輪車牛奶到縣城賣，你說這個成本
一集裝箱牛奶在北京恐怕1個小时就賣完了。你这一3轮車牛奶拉到县城卖，或者拉到乡镇卖3天都賣不完。第三个就是这個作者說，體制內公務員的不容易，從鐵飯碗到風雨飄搖。他說，在春節的飯桌上，大姨紅着眼眶講述表哥失業的故事。作者說，他表哥40歲，在縣城城投平台工作10年，本以為是鐵飯碗，卻在年前被優化，這讓我震驚。說體制內也不容易了。根據人社部數據，2025年事業單位改革深化，事業編轉公務員、合同工入編，但縣城公務員面臨整合、薪資拖延等壓力。首先，薪資水平不高，而且還不穩。2025年北京公務員科員科級的月薪是7500到11000，這是北京，但縣城遠低如此。家鄉公務員月薪4、5千，績效獎金拖欠。根據甘肅省大數據中心預算顯示，2025年基本工資4萬元每人一年，就是42266元，平均月薪3500元。這是甘肅的公務員的平均工資，甘肅省大數據中心給出來的。改革中，城投平台整合，編外人員優化。我表哥非正式編制，整合後崗位精簡，薪資縮水。根據財政部2024年報告顯示，縣域財政支出下降0.4個百分點，獎金一拖再拖，公積金也再次下調。其次說改革帶來的失業風險。2026年編辦會議指出，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進，行政職能事業編轉公務員，但縣城小平台首當其衝，表哥所在的平台被市級收編，優先保障在編的，那編外的只能裁掉。中央編辦數據，2026年超20萬編外入編，但基層比例72%，競爭激烈。江西一位鄉鎮事業編轉公後，工資漲1000元，但許多人失敗。縣城公務員晉升難。什麼晉升難呢？就是副科崗位少，普通人2級主任科員不易，就是普通人混到一個2級主任科員就不容易了。實際上，縣城裡面公務員，除非你有門路，或者你挺能折騰的，到時候能折騰一個副處退休，大部分人就到副科就到頭了。很多人這科員一輩子，你看一看這公務員身邊的是不是這樣？退休的時候是副科，給你來個科級待遇，這就是很多基層公務員的宿命。你要是副處退休就很不容易了，那就是什麼副縣長、人大副主任，那在縣城妥妥的婆羅門或者是個小婆羅門。但是即便這樣，那公務員的工作壓力呢是非常大的，福利縮水，縣城公務員多兼職，工作飽和度提升。調研顯示，2025年忙碌狀態比例46.2%。我表哥吐槽工資延遲2個月，年終績效不存在，就是沒有什麼年終績效，連基本工資都拖2個月。漸進式延遲退休，計工獎勵執行難。實際上大家都知道，縣域財政嚴重依賴土地，房地產低迷導致資金周轉不開。所以說體制內的不容易是縣城經濟的一個縮影，產業單一，財政緊縮導致崗位不穩。過去追求穩定，如今需技能提升。表哥40歲無專業技能，高不成低不就。改革雖然給機會，但需實際。縣城公務員若不轉型，將如多米諾骨牌倒下。40歲的表哥那就完蛋了，沒什麼技能，被裁了。你說他怎麼找工作吧？比碼農還慘。但是他表哥不是公務員，他是在縣城投，是編外人員。本來以為在裡面能混一輩子，天算不如人算，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。第四個，他說縣城的年輕人沒有出路，流出如困境的雙重枷鎖。縣城年輕人出路狹窄，是我返鄉最痛心的觀察。春節聚會，昔日同學多以外流，去省城打工，創業失敗返鄉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24年青年失業率18.9%，縣城的更高。縣域人口淨流出超1.5億，
80%縣域是人口流出狀態。首先，縣城的就業機會少，縣城產業單一，製造業依賴。我家鄉紡織廠裁員，年輕人失業率更高。2024年農民總量是2.99億人呢，實際上就是不到3個億，外出是1.78億，增長1.2%。但縣城的吸納有限，本地農民工1.2億，增長0.1%。年輕人偏好新業態，如網約車、送外賣，但縣城的需求太小。我們家鄉人口從50萬降到30萬，年輕人外流加劇空心化。其次，創業難。他說返鄉創業政策多，但執行難。實際上號召你返鄉創業，那都是形式主義啊，那都是宣傳，不是玩真的。說我們家鄉歸雁經濟吸引了10.9萬人返鄉，但成功率很低。我表弟想開網店，卻物流貴，人才缺。麥肯錫預測縣域消費占66%，但年輕人流出導致市場萎縮。Z 世代農民工偏好大城市，成都18到34歲的占比46%，也就是像成都、杭州這樣的年輕人多，或者是深圳，年輕人都往這兒跑，所以你看，年輕人占比就高。而縣城還有鄉村都逐漸老齡化，社交封閉，很難遇到這個價值觀一致的同類。這就是作者他回鄉見聞，他說人口流出惡性循環。2024年，山東減少42.8萬人，河南2023年減少57萬人，縣城老齡化嚴重，65歲以上的占16.5%，年輕人流出，消費降級，產業衰退。邏輯上，但就業吸納不足，年輕人選擇外流，形成馬太效應，大城市虹吸，縣城愈發空洞。這個大家都能看到，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。我們振興西北，振興中部，振興什麼東北，振興這兒，振興那兒，但是你抵擋不住這個人口往珠三角跑。實際上全世界都差不多，哪個國家都一樣，都是幾個大的中心，旁邊是衛星城，剩下的地方就是人口稀少。這也注定了很多縣城以後慢慢的，不要說縣城了，實際上以後很多三線城市，就是地級市都要像鹤岗那樣的空心化。這個大城市、中心城市對周邊的這個叫虹吸，它是從人才方面、資金方面、技術方面，甚至還政策方面，虹吸效應。你看現在還有專家建議上海放開限購。好，你把上海限购一放開，北京的房價漲不漲不知道，上海漲不漲咱也不知道，但是一定有很多人把他在什麼合肥、成都2線城市的房子賣掉，跑到上海買房。這就是虹吸，那不就加劇了這些縣城和地级市的資金外流、人才外流。年輕人沒有出路，是縣城經濟的瓶頸，缺乏創新。數字經濟需政策引導返鄉，但當前困境如山。就是說，一個年輕人他天天刷手機，但他知道人工智能，知道這種白領的工作，那他還願意擰螺絲嗎？他還願意在那兒流水線上站10個小時嗎？他肯定不願意啊。至少他的理想是希望從事一份體面的工作。所以你县城的那些產業也難以安放這些年輕人躁動的心，所以他們肯定會加速流向什麼杭州、成都、深圳、上海。縣城問題根源在於經濟結構滯後，人口老齡化，政策執行偏差，經濟下行導致收入預期，消費降級，產業單一，致就業難。年輕人流出，財政緊縮，加劇公務員不容易，所以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。實際上歸根結底，我們要知道為什麼10年前縣域經濟看上去還紅紅火火，甚至3年前縣域經濟還可以，很多滬漂、北漂、深漂回家過年的時候，突然覺得自己在这個一線城市不容易，很累。看看自己的同學在縣城裡面吃香的喝辣的，開豪車，是吧？生活似乎很穩定。我記得咱們以前做這種節目的時候都說了，寒意還在路上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這個經濟不行，一線城市是最先體會到。為什麼？因為一線城市更像是市場經濟，它更接近市場經濟。所以說，一旦這個市場不好的時候，你在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這些白領，首先感受到
先裁员，各行各業都不容易。所以说啊，第一波冲击是在一线城市的白领，这些人感觉到压力非常大。回家一看，县城的同学混得还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含义还在路上。这个县城里面是靠转移支付，靠什么？公务员经济，靠各种各样的工程，修公园，把马路刨開，修大橋等等，這些工程養活了很多婆羅門。這個大婆羅門下面帶小婆羅門，一個工程1個億，那至少有5000萬留在當地分了吧？大大小小官員在下面婆羅門，在下面七大姑八大姨的關係網，人人都有得吃，錢也賺得容易，是吧？這樣他們每個人感覺不到這個含義，因為縣城的經濟它不是市場經濟，它主要是靠這種各種叫鐵公雞基建，這個基建是政府主導的，大家一定記住了。那現在從去年開始，鐵公雞就開始限制了，國家知道在灣這兒再投錢沒有產出，沒有效益，再投連銀行利息都賺不回來，所以嚴格限制。再開始是不是要化解地方債？各種鐵公雞，各種宏大的工程，不都是地方舉債去修的嗎？對吧？現在要嚴控地方債，要化債，所以導致這個縣城的婆羅門，縣城紅火的經濟的根本原因被去掉了。所以你看2026年這個春節，這個縣域經濟就不行了。實際上你明年回去過年，你發現會更慘，就這麼簡單。除了珠三角很多縣它有產業，它有增值稅，它有稅收，其他的地方財政很多人都知道，都是靠修房子、修大橋、修廣場，不行就修河道、修水利，這些錢都是從哪兒來的？你只要一修，錢一下去，工程就是談生肉，見者有份。大婆羅門賺得多，小婆羅門賺得少，每個婆羅門後面還一大幫人跟着後面服務的，你吃肉他喝點湯，不就這麼回事嗎？所以說過去這種縣城經濟所依賴的這些一下斷了，戛然而止，這就是縣域經濟為什麼現在不行了。今年這個春節其實不算慘，然後我估計明年後年會更慘。所以說今年這個春節有的人感覺到冷清了，不要緊，明年後年會感覺到更冷清。當然了，不是說全國中部西部地區縣城都這樣子，也有個別的不錯的，不能一概而論。有的地方它是發展旅遊，搞民俗，看上去人還挺多，挺熱鬧，實際上也是一地雞毛。所以無論是從這些返鄉遊子的見聞，還是從相關部門的數據，都反映出這個縣域經濟現在至少沒有3年前火了。所以還沒到初5，對不對？牛馬的趕緊進城打工去了。基本上看不到，或者就是越來越少的牛馬還有想法說留下來，在縣城裡找點機會，這是幻覺啊！能容納下牛馬的還只有北上廣，什麼杭州、成都。好，這期節目啊，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